由前一集講靈體到上一集講意識，我都盡量用一個比較接近科學嘅語氣去講。之前我嘗試用電腦嘅軟件同埋硬件嚟做比喻，去講身體、意識同埋靈體之間嘅關係。姑勿論呢個比喻係咪完全準確同埋恰當，至少我可以用一個比較現代、比較容易入口嘅方式，令大家先聽得明佢大概先。我大概喺10幾年前開始對呢類題材產生咗好大嘅興趣。我聽過好多人講靈魂、鬼魂、意識、輪迴、瀕死經驗、西遊世界同埋宇宙本質，而自己亦都睇過一啲相關嘅書籍同埋資料。經過咗咁多年嘅接觸、思考同埋整理之後，我慢慢形成咗一套屬於自己嘅理解。所以今集我想用自己嘅角度講下我對靈魂嘅睇法。我試下用自問自答嘅方法嚟展開今集嘅節目。首先第一個問題係，靈魂同意識係咪同一樣嘢嚟嘅呢？我認為如果從狹義嘅角度去睇，靈魂同埋意識可以話係兩回事，因為有相當大部分嘅人係唔相信有靈魂嘅。所以如果我哋一開始就直接話靈魂就係意識呢，對呢一類人嚟講根本就冇意義。對於唔相信靈魂存在嘅人嚟講，意識通常就等於我，等於自己，等於自己被他人稱呼嘅嗰個身份或者稱謂。意識就係一個可以感知世界、接收資訊、處理資訊、作出判斷，然後再透過身體同埋外界互動嘅界面。換句說話，只要一個人能夠感覺、思考、能夠選擇同埋溝通，佢就會被認為係有意識。喺呢種理解之下，當一個人死亡，身體停止運作，大腦亦都唔再活動，咁呢個人嘅意識就會喺呢個世界上面消失。對佢哋嚟講，意識只係依附於身體同埋大腦而存在，身體死亡，意識亦都自然會終結。有呢個諗法嘅人，通常會比較集中於現實生活同埋身邊嘅生存環境。佢哋會關心食啲乜嘢、住喺邊度、錢夠唔夠用、生活安唔安穩。對好多人嚟講，滿足生存條件，甚至將呢啲生存條件最大化，就已經成為人生主要嘅目標。佢哋未必會特別關心形而上嘅問題，例如死咗之後會去邊度、生命有咩意義之類。當然，呢類人之中亦有一部分人思想會相對比較進步啲，會思考人生嘅意義，亦都會去嘗試去理解未知嘅世界。但問題係，好多人喺面對未知嘅時候，往往會迷信於科學或者係宗教嘅權威，而唔係真正由自己出發去揾答案。佢哋可能會順手拈來，直接引用其他人嘅理論、教義或者係理解，就作為自己嘅見解。但呢啲理論或者理解本身可能已經被扭曲、被簡化，或者係只係某個時代或者某個文化、某個群體特定之下嘅片面答案。結果佢哋自以為已經揾到真相，但其實可能反而同真正嘅答案失之交臂。所以喺狹義層面上面，意識係可以被理解成一個生命體喺物質世界入邊感知、思考同埋作出決定嘅能力，而靈魂就係另一個更深層次嘅概念。但如果從宏觀嘅角度去睇，靈魂同埋意識其實又可以話係同一樣嘢嚟嘅。當靈魂離開身體之後，身體雖然仍然可能有一啲自律神經或者係基本維生系統嘅殘餘反應，但佢哋已經失去咗真正嘅意識。換句說話，身體本身就只係一個載體，佢唔係意識真正嘅源頭嚟嘅。意識並唔係由身體直接產生，因為即使只係剩低靈魂，靈魂本身依然會有意識，佢會覺察到自己嘅存在，會思考自己係啲乜嘢，亦都可能會思考自己存在嘅意義。所以靈魂可以理解成一個有意識嘅能量體，而意識就係靈魂其中一個最基本嘅特徵。當靈魂進入一個身體，呢個生命體就會帶有呢個靈魂嘅意義，身體就會成為一個媒介，幫助靈魂喺物理世界之中表達自己嘅思想、企圖同埋意願。靈魂透過身體去接收資訊，透過感官去感受世界，透過行動去同外界互動，最後將呢啲資訊轉化成為經驗。所以好多人會話靈魂就係意識體。喺宏觀嘅角度嚟講，呢個講法其實並唔難理解。靈魂同埋意識就好似一個銀仔嘅兩面咁樣，無論係公定係字，本質上面都係同一個銀仔，只係我哋從唔同嘅角度去睇，就會
用唔同嘅稱呼去描述佢哋。總括嚟講，意識係靈魂嘅一種性質，而靈魂就係承載住意識嘅存在。情形就好似電同埋磁一樣，有電流動嘅地方，往往就會產生磁場，而磁場嘅變化亦都可以引發電流。電同埋磁可以分開描述，但喺更深層嘅物理關係入邊，佢哋其實係同一個現象嘅唔同表現。靈魂同意識亦都一樣，所以狹義嚟講，佢哋係分開嘅，但係喺宏觀上講，佢哋其實係同一個存在嘅兩個面向。第二個問題係靈魂係嚟自邊度嘅呢？簡單嚟講，靈魂嚟自我哋身處呢個宇宙嘅創造者。喺時間、空間同埋物質呢啲概念出現之前，創造者就已經存在。但嗰個時候嘅創造者並冇物理嘅身體，冇感官，冇形態，亦都冇任何可以被稱為經驗嘅嘢。佢只係一個純粹嘅意識，一個純粹嘅思想。正因為佢冇身體、冇感官、冇經驗，所以佢冇辦法透過任何外在方式去認識佢自己。佢唔知道自己係啲乜嘢嚟，唔知道自己由邊度嚟，亦都唔知道要去邊度。於是喺呢個純粹意識入邊產生咗一個非常強烈嘅意願，佢想了解佢自己。呢個想了解自己嘅意願就成為一切創造嘅起點。可以用一個比較形象化嘅比喻去講，就好似電影《異形前傳》普羅米修斯入面，工程師服用黑水，令自己分解融入河流之中，從而產生新生命一樣。創造者為咗認識自己，將自己分發出去，令自己成為可以被體驗、被觀察同埋被感受嘅萬有。喺最初產生宇宙嘅嗰一點之後，創造者想了解自身嘅強大意願，就以各種各樣嘅思想頻率展開。隨住時空維度同時出現，呢啲原本極高、極細微、極唔穩定嘅思想頻率，慢慢變慢，亦都慢慢變得穩定。當頻率變得足夠穩定嘅時候，能量就開始有咗結構。呢啲穩定落嚟嘅能量就好似一條條能量延線，佢哋喺特定嘅頻率之下震動，慢慢喺物理世界之中具體化，形成最基本嘅粒子。之後呢啲基本粒子再組成更加複雜嘅基本元素，元素之間又繼續以唔同嘅方式排列結合，逐漸形成我哋喺周期表入邊見到嘅元素。去到呢個階段，宇宙開始由純粹嘅意識同埋頻率，慢慢變成一個可以被觀察、被感受、被經歷嘅物質世界。而我哋所見到嘅光開始攜帶住資訊，喺不斷擴展嘅宇宙之中漫遊，將資訊帶到宇宙嘅唔同角落。所以宇宙被創造嘅嗰一刻，其實已經自帶住一種有秩序嘅混亂。喺表面上睇，宇宙好似充滿咗隨機性。但呢啲喺混亂嘅背後，其實又有某種嘅規律。正正因為有混亂，所以先會產生變化。而有規律呢，變化先至可以形成結構。呢個就係宇宙律。隨住時間嘅推移，各種元素被有意或者無意咁組合，星體、星雲、星系、行星慢慢形成。太初嘅宇宙亦都逐漸誕生。但創造者最初創造宇宙嘅目的，並唔只係為咗創造一個物理空間，而係為咗認識自己。所以單單只有物質並唔足夠。如果宇宙只有星體、元素、能量同埋空間，而冇任何可以感受同埋記錄經驗嘅存在，咁創造者仍然冇辦法真正了解佢自己。於是第一批靈魂就出現咗。與其話出現，應該話被創造。靈魂係可以理解成創造者分化出嚟嘅意識片段，又或者係創造者用嚟經驗自己嘅載體。每一個靈魂都帶住創造者最初嗰份想認識自己嘅意願，只係喺進入生命同埋物質經驗之後，會暫時忘記自己真正嘅來源。靈魂透過一次又一次嘅生命，進入唔同嘅身體、唔同嘅世界、唔同嘅關係同埋唔同嘅處境之中，去感受七情六慾，到最後覺醒，回歸到創造者嘅身邊。所以萬有就係創造者，而創造者亦都係萬有。萬有包括光、空氣、水、植物、動物、人類同埋靈魂，當然都包括而家聽緊節目嘅你。因為萬有都有源自創造者嘅意願，所以萬有本質上都係平等嘅，亦都具有某種形式嘅意識。否則創造者就冇辦法透過萬有去回收經驗同埋認識佢自己。只不過萬有雖然平等，但意識層面都有高低之分。一粒石
一滴水、一棵樹、一隻動物都可以係創造者嘅一部分，但佢哋能夠感受、理解、選擇同埋回歸經驗嘅深度係唔一樣嘅。意識越高，就越能夠產生更有價值嘅經驗。亦正因為咁樣，靈魂先至會不斷咁樣去透過生命去學習、擴展同埋覺醒。第三個問題係生命有咩意義呢？簡單嚟講，生命嘅本質本來就冇一個固定嘅意義，亦唔一定需要一個由外界賦予嘅意義。但呢個冇意義並唔係話生命冇價值，唔係話人生可以隨便浪費，而係指生命本身唔需要被強行套上一個單一嘅答案。當一個生命體開始思考生命有咩意義呢個問題嘅時候，其實生命嘅意義就已經開始被賦予。因為真正重要嘅唔係揾一個絕對正確嘅答案，而係由提出問題嗰一刻開始，意識已經進入咗一個自我覺察嘅過程。一個人由覺察到呢個問題，開始思考生命，再嘗試俾自己或者俾其他提問者一個初步嘅答案，再到慢慢學識，唔再對每一件事都強行加上一層意義，到最後明白到原來生命有咩意義呢個問題本身就已經係一個答案。點解咁講呢？因為當你已經去到終點，你就唔會再問終點喺邊度，係咪？去到呢一刻，生命嘅意義其實就已經圓滿咗。生命唔單止係一段由出生到死亡嘅生物過程，從更高層次去睇，生命係意識進入物質世界之後，用嚟體驗自己、認識自己、表達自己同埋回歸自己嘅一種方法。之前講過，創造者本身有一個目的。而呢個目的係需要透過無數次有限而短暫嘅生命經驗去完成。生命喺求存過程之中會吸收其他生命，亦同時亦都會為其他生命提供繼續生存落去嘅養分。植物吸收陽光、水分同埋泥土入面嘅元素，動物以植物或者其他動物為生。生命死亡之後又回歸大地，成為另一種生命嘅生存基礎。為咗令呢個過程可以被記錄、感受同埋回饋，意識就成為每一個短暫生命嘅經驗載體。生命雖然冇貴賤之分，但係意識有分高低。呢度所講嘅高低，唔係指某一種生命比較尊貴，而另一種生命比較低賤，而係指意識嘅清明程度、覺察程度同能夠產生經驗深度嘅能力係有所不同嘅。意識越高，就越能夠產生更細緻、更深刻、更加高質素嘅經驗。即使一個水分子都有可能帶有某種層次嘅意識，只不過佢未必好似動物或者人類咁樣有明顯嘅生命週期、自我意識或者個體嘅記憶，但佢仍然可能曾經係某個生命體嘅組成部分，曾經流過某個生物嘅血液，曾經成為植物吸收嘅水分，曾經喺無數場雨之中從高空落下，再滲入泥土嘅其中一份子。終有一日，呢啲無數微細、短暫、分散嘅經驗會共同構成創造者了解自身嘅一部分。第四個問題係：人死咗之後會發生咩事呢？係咪真係有鬼魂嘅呢？人死咗之後，意識同埋身體之間嘅連線就會斷開，呢種感覺就可以想象成藍牙連線突然中斷一樣。身體唔再接收意識同埋指令，而意識亦唔再需要透過肉體去感受呢個世界。一般嚟講，好多人喺生前其實從來冇真正為死亡做過任何準備。雖然每個人心底都知道自己遲早有一日會死，但大部分人喺日常生活入邊都會好似死亡永遠唔會發生喺佢身上一樣咁去生活。所以當死亡真係嚟到嘅嗰一刻，佢哋可能會感受極大嘅震撼。有人會覺得自己好似發緊夢，有人會以為自己只係一時出神，甚至會因為死亡發生得太突然，意識未能夠完整整理死亡嗰一刻嘅記憶，令佢以為剛才只係一場白日夢，或者一個短暫嘅恍惚。正因為咁樣，有啲人死後未必即刻知道自己已經離開咗肉體，佢哋可能會繼續自己生前熟悉嘅路，返自己原本嘅屋企，去原本要返工嘅地方，重複自己日常生活嘅行程。呢個時候，如果有嚮導或者引領者嘅出現，佢哋未必會意識到對方係嚟幫自己，相反，佢哋可能只係會覺得對方係陌生人，甚至以為有人想搭訕，所以選擇避開、拒絕或者完全唔理會。咁樣一嚟，佢哋就可能會錯過咗被引導離開嘅機會，繼續流連喺人間，重複生前嘅工作同埋生活。
但另一部分人情況就完全唔同。有啲人可能會經歷咗一個比較完整、清晰嘅死亡過程，甚至係喺身體真正死亡之前，意識已經因為極度驚嚇或者劇烈嘅刺激而離開咗肉體。佢哋可能會眼白白望住自己嘅身體死亡，清楚咁樣見到自己已經同肉體分離。但係正正因為呢個過程太過震撼，佢哋一時之間完全接受唔到自己已經死咗，於是佢哋可能會呆呆咁樣留喺原地，唔知道應該去邊度，亦都唔知發生咗咩事。佢哋心入面可能一直否認緊現實，覺得呢件事唔可能發生喺我身上。無論係喺邊一個情況，最終佢哋都會慢慢認清一個事實，自己已經死咗，已經唔再係原本嗰個靠肉身生活嘅人。只不過呢個認知過程可以好快，亦都可以好長，甚至長到超出一般人嘅想象。當佢哋終於知道自己已經成為靈體之後，有一部分人可能會開始嘗試生前聽過關於鬼魂嘅講法，例如鬼係咪真係可以穿牆呢？係咪可以浮空？係咪可以唔受物質嘅限制呢？於是佢哋可能會一一嘗試呢啲靈魂狀態之下嘅特質。當佢哋發現自己真係可以做到某啲生前做唔到嘅事，就可能會利用呢種狀態去滿足生前未完成嘅慾望。有人可能會繼續執着於金錢、感情、仇恨、權力，甚至係某啲未放低嘅習慣。亦有一部分人會因為擁有相同或者相似文化背景、宗教信念、人生觀同埋執着，而自然聚埋喺一齊。當一群靈體都相信某一個死後嘅世界存在，或者都留戀某一個熟悉嘅人間環境，佢哋就會可能共同創造出一個相對穩定嘅特定時空。呢個時空可能好似佢哋生前最熟悉嘅世界，亦可能係宗教信念嘅影響而呈現成為佢哋以為嘅天堂、地獄、陰間或者係其他死後世界嘅模樣。喺呢個由共同信念形成嘅地方，佢哋可能繼續過住類似生前嘅生活。佢哋以為自己已經去到應該去嘅地方，但其實好多時佢哋只係停留喺自己嘅信念、恐懼、慾望同埋記憶共同投射出嚟嘅世界入面。所以所謂鬼魂未必一定係恐怖故事入邊嗰種專門嚇人或者害人嘅存在。更準確咁講，佢哋可能只係一啲離開咗肉身，但仍然未完全明白自己嘅狀態，未放低人間執着，或者未準備好繼續前往下一個階段嘅意識。第五個問題，生前做過嘅事係咪一定會被清算呢？我嘅答案係會同埋唔會。話會係因為每一個行為都必然會帶嚟相應嘅結果同埋經驗，但話唔會係因為呢種清算未必係一種一般宗教入面想象由某個外在審判者用人類道德標準去逐條罪狀懲罰你嘅。當一個人問生前做過嘅事係咪一定會被清算呢個問題，其實某程度上已經代表咗佢相信因果、果報或者某種宗教入邊所講嘅業報觀念。喺受過呢類宗教教化嘅人眼中，業隨身，殺生會有報應，做壞事會有果報，呢啲都係理所當然嘅事。從呢個角度去睇，的確係有所謂嘅因果。不過成件事要睇你企喺咩角度去理解。如果只係單純咁用對同埋錯、善同埋惡去判斷所有嘅行為，就會將一件本來好複雜嘅事過度簡單化，甚至二元化。喺大自然入邊，物種同物種之間，甚至同一個物種之間，為咗掙扎求存，必然會有生死爭鬥。一方為咗維持自身嘅生命，或者保護自己族群嘅存活，而導致另一方死亡。呢種行為其實係與生俱來，順應宇宙律嘅生存方式。如果我哋將鏡頭拉遠去睇，就會見到呢種基於生存同埋愛嘅驅動力量，雖然可能令其中一方甚至雙方死亡，但同時亦令到大自然得以保持平衡，繼續為其他生靈提供生存嘅條件。但對於人嚟講，文明發展到今日，殺死人嘅方式同埋殺人嘅原因已經唔再單純係為咗令自己或者族群生存落去。好多時人類傷害他人係為咗得到遠超過生存所需要嘅資源，為咗掠奪競爭者，為咗令自己或者己方可以無止境咁樣擴張領土、權力、財富同埋社會地位，去滿足自己嘅慾望。用宗教角度去睇，呢種行為係犯罪，亦會有果報。但如果我哋再用一個更高維、更超然嘅角度去睇，假如所有嘅生命最終經歷到嘅一切都會返返去創造者嗰度，咁無論黑同白、正同邪，都可能係創造者所需要嘅經驗。
因為如果冇黑，又點會有白啦？如果冇邪，又點會知咩叫正啊？如果所有人都只係知道做好事，冇人做壞事，咁做好事呢個概念本身其實會失去咗意義。就好似一套劇，如果冇奸角，只有一個正直嘅主角，咁觀眾又點會感受到主角係正義嘅一方呢？呢套劇仲會唔會有張力呢？又好似一場比賽，如果完全唔計分，咁又點樣分高低？點樣分勝負呢？但呢個講法唔代表惡行就可以被合理化，亦唔代表一個人可以隨便做壞事，完全冇後果。其實呢場人生嘅比賽要攞到真正嘅高分，並唔係睇你喺人間贏咗幾多，得到幾多，打敗咗幾多人，而係睇你幾時能夠真正放低執着。如果地球係一間學校，咁要畢業就唔係睇你有幾留戀呢間學校，而係睇你幾時準備好離開。到有一日你願意放低對呢間學校嘅依戀，放低慾望、仇恨、勝負、身份同埋恐懼嘅執着，你就已經準備好，唔需要再喺地球上面繼續輪迴學習同一類嘅課題。咁係咪即係可以亂咁殺人，只要最後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呢？表面上答案似乎係可以嘅，但係真正嘅問題係，一個真正放得低嘅人，仲點會為咗財富、地位、權力、慾望去殺人呢？真正放低唔係犯完錯之後講一句我放低咗啦就算數。真正放低嘅人，內心已經唔再被貪婪、仇恨、恐懼同埋控制慾推動，佢只會安安靜靜咁樣放低執着，順其自然咁樣等待嗰一日嘅來臨。佢唔會再同人爭鬥，甚至即使被人殺死，心中都唔會再存有仇恨。相反，如果一個人仍然執着於報仇、執怨、追討、控制，咁就代表佢仲未準備好放低，亦未準備好離開呢間學校。咁自然，根據宇宙律，下一世佢可能需要換一個位置，去感受下被人傷害、被人殺死嘅嗰種恐懼、絕望同埋無助。當你換一個宗教角度去睇，呢件事就會變成你今世殺咗人，所以有冤親債主嚟索命，或者你下一世要被清算前生嘅罪孽，所以一身百病纏身，甚至死於非命，作為還債。但其實呢都係只係用咗宗教語言去描述同一件事。當你用宗教濾鏡去睇世界，件事就自然會帶有宗教嘅色彩。1000幾百甚至2000年前，要令當時嘅人明白呢種咁深層嘅道理，最有效嘅方法可能就係引入一套會有果報同埋業力計分嘅系統，用嚟度化人間，勸人止惡行善。但係咁樣又會帶嚟另一個問題。後世嘅人好容易只係記住表面嘅教導，以為因果只係一套獎罰嘅制度，但係就忘記咗原本真正嘅目的。所謂清算，未必係有一個外在審判者喺度懲罰你，而係你未放低嘅執着，會自然而然咁帶你翻返去相應嘅課題之中，直到你真正理解、感受、驚覺同埋放低為止。咁今集就講到嚟呢度先啦。咁雖然呢個節目呢就冇咩人聽嘅。咁，但係如果咁啱有緣，有人聽到呢度，有嘢想問嘅話呢，就請你留言啦。係咁，拜拜。